记者目前在大屯山的二子坪停车场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目前这边仍持续的降雪当中。目前这边路面积雪大约有10公分左右。然后有不少民众冒着低温上山赏雪，而气象局说，若湿度与温度可以配合的话，预估在今日中午以前呢，北部1000到2000公尺的高山，以及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降雪几率都很高。不过要提醒民众，目前台北市警察局已经针对阳明山地区实施交通管制，开车进入阳金公路以及巴拉卡公路口，若没有附挂上雪链的车辆，将会禁止进入山区。也提醒民众上山除了注意安全之外，保暖工作也要准备齐全。80岁，哎。还是非常的勇猛，还好了，还好。那今天看到这样的雪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不错啊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好。我拍了很多张了，看起来很漂亮。跟谁分享吗？今天的照片？啊？照片要跟谁分享？跟家人带回去给他们看啊，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山友啊，是特别来看雪的吗？对呀，是。感觉你今天很多装备，可以介绍一下今天带了什么装备吗？我们哦，没有啊，也是手套啊、口罩啊、帽子，还有衣服全部带。今天穿了几件衣服啊？穿了很厚了，就是2、3件而已，3件。之前有看过雪吗？有，上次下雪的时候有来。也是来大屯山这边。对。那今天又看到雪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兴奋，很高兴。同学，你穿这样不会冷吗？还好。你今天从哪边过来的？台北。台北哦。你怎么上来的？走路。从那边为什么要走上来？从哪边走上来的？就那一条。因为车子进不来。你今天跟谁一起？跟我哥。第一次看到雪吗？还是？没看过。看到雪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嗨。我看应该有玩得很开心吗？有做什么活动吗？就丢雪球、打雪战。各位观众，再带您看了一下这一片银白色的世界。Now News 今日新闻会不定时为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状况，请锁定我们的脸书及 YouTube 频道的直播连结。